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10月1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9篇，约伯记26章第1节到14节，启示录第7章第9节到1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经历大灾难。毋知影咱即几工连假过了怎样？有较热嘛四界拢塞车吼。希望大家的路途拢真平安。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伫读新学院的即个道学硕士研究所进前，捌伫新竹中会一间教会叫做骄爱教会担任即个祝祷传道的职务。这是一间拥有500几坪教会土地，但是却只有一间破败的礼拜堂，细细还佫臭臭的便所。伫迄个所在服侍约略差不多1年半较加的时间，为着教会整建四界去募款。我的亲人、我的朋友、过去的会友，逐个人拢真支持。伫即个所在，除了去教育馆以及新的公共厕所，礼拜堂的厝顶、外墙也同时来修建完成。即间教会基本上嘛经历着咱讲的大灾难啦吼，人愈来愈少。真有可能去关起来的即个情形会贯穿的教会，当初是只有6个会友聚会。现在呢，不但是建堂已经完成，目前的聚会人数已经有77人。会记即当初时伫遐牧会时阵去入去伫即个骄爱新村迄个时阵还未改建。探望真久无来的会友，我不但发现贯穿其实是一个联合国。搁较听到济人，大家拢伫遐比讲家己经历的大灾难吼，什么人上凄惨啦吼。事实上，亲像因所咧讲的，每一个人拢真有可能遭遇着人生的大灾难。但是呢，无需要去比讲什么人的苦难较凄惨，所需要思考的是讲，伫咱的日子的中间，咱要安怎会通得过？咱要倚靠什么人才会当度过难关？会通经历困境的人，赢过苦难的人，才是迄种得到救恩的人。但是咱要知，要赢过生命中间大灾难，靠家己当然是无法度。伫摩西诗篇90篇第11节到17节，伊安尼写着讲：什么人会当知影你受气的威力？什么人明白你受气的通惊？求你教我算数阮的年日，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的受气要到第时？求你怜悯你的奴仆。每日的清早时，求你互我会通享受你的慈爱，互我一生充满欢喜快乐。你互我遭受济年日的苦难。求你也互我享受偌济日的喜乐。求你互你的奴仆看见你大快乐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荣耀的威力。主啊，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阮，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我所做一切来成功。咱知帮助咱经过苦难的是上帝，但是好像亲像约伯共款，咱犹原着爱拢会时常心存即个怀疑啦吼。亲像约伯安尼讲：
你对我这个无能的人，确实互我袂少的帮衬。你对我这个无力的人，竟大大的施了救援。像我遮愚妄的人，你竟然互我遮尔济宝贵的指示。但是你想，什么人会听你的指示呢？究竟什么人会感动你所讲出安尼的话呢？这是约伯伫的朋友所雅人比勒达发言了后安尼回答的。这个话是对于比勒达的发言的怀疑，搁较是对上帝权柄的怀疑。到底什么人遭遇到这个大灾难？到底什么人互伊有权柄，互咱赢过苦难？这真正是人生真大的难题。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你着爱食着苦中的苦，才会当成做人上人啦吼。无经历苦难是无法度知影，也是讲体会上帝的恩典，这嘛是事实。好像亲像有人讲，查甫囡仔着是爱经历做兵，才会成做查甫人啦。经历苦难灾难，的确是会互咱搁较成熟。但是先决的条件是，咱爱先会当度过苦难，来赢过苦难啦。咱来看启示录怎样讲。启示录讲，后来我一看有一大群的人，数目真歹计算。因是对逐个国家、逐个部落、逐个民族、逐种的语言来的，伊拢徛伫宝座甲羊羔的面前，穿着白衫，手摕着樟树花，因大声欢呼讲：救恩是对坐伫宝座上阮的上帝甲羊羔来的。所有的天使拢徛伫宝座、长老甲4个活物的周围，因伫宝座前拍摆地上，敬拜上帝，讲阿门。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能、力量，拢归伫阮的上帝，到代代无尽。阿门。有一个长老问我讲，穿白衫的是甚物人？因是对倒落来，我甲伊回答讲：先生啊，你才知影。伊对我讲，这个人是经历过大灾难的，因是用羊羔的血甲家己的衫洗甲清清气气，因此因徛伫上帝宝座前，任命伫伊的圣殿的中间来侍奉伊。迄个坐伫宝座前的上帝要亲自来庇荫伊，因无搁再枵，因无搁再喙干。日头也是任何炎热，拢袂当搁来烧因，因为宝座中的羊羔要牧养因，带因到生命的水源。上帝也要拭干因每一滴的目屎。这个天使的样式的人，拢是经历大灾难，而且领受上帝的恩典。羊羔的牧养进入到生命的水泉，上帝要拭干因每一滴的目屎。经历大灾难的是无容易，但是这是上帝的旨意甲伊的恩典。有相信的人会通学习来倚靠、来追求，互上帝为着咱征战。那安尼，咱才会当赢过这个灾难。按沙罗尾今仔日要用诗篇39篇来做咱今仔日的祈祷。我要讲，我要谨慎我的路，免得用我的指犯罪。歹人伫我的面前的时，我要约束我的喙，亲像马加姜。我静静无声，连好话也无讲出嘴。
我的忧闷就行起来，我的心伫我的内面热热，我静静想的时，火就起来，我就用嘴来讲，耶和华，求你互我知本身的结局，甲我年岁的少爷若偌济，互我知软弱甲怎样。你互我的日子亲像一个喙皮，我的一生的年岁伫你的面前亲像无。逐人徛地的时，真正拢是空空，毋知将来是甚物人得到。主啊，我当听候甚物？我的仰望在伫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失，毋通互我受戆人的凌辱。我静静无开喙，因为你所做的。我所讲的责罚，你所讲的责罚，求你甲我除去，因为你的手督责我就消灭。因为人的罪恶警戒伊的时，互伊所欢喜的消灭，亲像得到祝堂吼。世间人真真正正是空空。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祈祷，暗耳空听我的求叫。我流目屎，求你毋通无出声，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亲像我的列祖一般。求你来宽容我，互我咬袂起规治无的大声，通得到爽快。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伫面对大灾难，亲像逆境逼迫的时，通保持对你的忠心。帮助我抵挡来妥协这的试探，愿我继续伫仰望中来奉事你，相信你得胜的应允。阿门。